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27号。这一期我们继續聊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看一看烏克蘭戰場上也有什麼變化。今天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第1373天，也是烏軍進入庫爾斯克的第479天。前線總共發生了183次戰鬥，其中61次在波克羅夫斯克方向。波克羅夫斯克前線目前雙方仍在混戰之中。烏克蘭軍方發布戰報，否認俄羅斯突擊隊進入市中心，也否認俄軍大部隊進城。烏方的消息顯示俄軍突擊隊的主力被壓縮在鐵路線以南地區，北部方向仍有俄軍試圖迂回。俄羅斯軍事指揮部似乎正在將相對精銳的部隊重新部署到波克羅夫斯克方向，也許是為了改善俄軍推進速度放緩的情況。烏克蘭特種作戰部隊在波克羅夫斯克消滅了一個俄羅斯破壞小組，特種部隊沿途設伏擊斃4人，其中3人試圖進入一棟高層建築時被擊斃，第4人試圖撤退並向一架烏克蘭無人機開火時被發現並擊斃。這是眾多俄軍滲透進入波克羅夫斯克的這個中的一例烏軍打擊了位於楚瓦什切博克薩雷的這個一個導彈工廠專門生產巡航和彈道導彈的導航設備和部件。此外，烏克蘭攻擊在瓦西里夫卡就是扎波羅熱打擊了俄第58集團軍其中一支部隊指揮所馬里烏波爾的這個鎧甲防空導彈系統，頓涅茨克奧切列泰因和卡緬涅茨的旅級彈藥庫，以及波克羅夫斯克方向的敵人聚集地。前一天烏軍用無人機摧毀了俄羅斯的一處無人機工廠。咱們在節目也說了那今天有更多的媒體更多的信息透露這個烏軍能夠用無人機這個穿透俄軍這種多層次的防空系統，然後精準命中無人機工廠。原來這裡面不簡單。根據媒體報道披露說，烏克蘭用一群偽裝成鳥的無人機突破了俄羅斯最貴最新最自信的防空系統，把俄羅斯最大的無人機工廠打成了一個大坑。這個就是連俄羅斯自己都不敢公開承認的內幕。這個無人機工廠簡單的說就是俄羅斯的沙赫德攻擊無人機的心臟，一天能生產幾十架，幾乎在俄烏前線俄軍的無人機全靠它來供貨。過去幾周這個俄羅斯還把這個沙赫德無人機這個工廠當成國力的象徵，甚至有人在工廠外慶祝產量創新高。結果這個24號凌晨3點多，一波總共是34架烏克蘭無人機就過來了，直奔這個沙赫德無人機工廠。俄羅斯它的叫防空部隊那是值得自信。為什麼呢？因為俄軍覺得自己的防空系統把天堵得跟鐵鍋一樣，也就是它是構建了一個因為在這麼重要的無人機基地無人機的工廠，它已經在天空中織了一個非常密密麻麻的一個多層次防禦網。上一層呢就是聶伯埃，下一層是鎧甲 S1，並且他們還有一個絕招，就是配備了一套96L61新雷達。這個新雷達的操作員是個老手，得到的命令是只要看見有影子就打，寧可錯殺3000，不可放過一個。就是雷達上只要顯示有可疑目標，只要有影子就發射導彈。所以說在這麼嚴密的防禦之下，按道理這個沙赫德無人機工廠烏軍是很難去轟炸的。但是烏軍做足了功課烏克蘭反覆偵查3個月，終於找到了這個無人機工廠的這個防空漏洞，就是俄軍的這個防空漏洞。烏克蘭情報部門看了2000多小時的衛星圖，最終發現了一個沒人注意的點。什麼漏洞呢？就是夜班的鎧甲這個防空系統操作員經驗不足，會把低空的小雷達信號當成鳥。這被烏軍發現了，他們會誤認為這是鳥雀。所以呢，這個烏軍做了一個很大膽的決定，按照月霧最濃的夜晚，讓無人機從低空飛入這個俄羅斯領空。但是行動真正開始，其實不是無人機打頭陣。凌晨3點17分，真正先出現在俄軍這個雷達上的不是這34架無人機，而是10架英國的女妖噴氣诱饵機。什麼意思实際上是假的
這個無人機，它是為了吸引這個一波俄軍防空系統的火力，專門放了一個诱饵，一共是10架啊，這是英國產的。这個诱饵飛機啊，它會釋放假信號，就是讓這個俄軍的雷達感覺好像是蘇27戰鬥機來突襲。實際上這個就是最經典的戰術，叫干擾俄軍這個防空系統。就在俄軍對吧出其不意，他在盯着這些看似像蘇27飛機，注意力集中到這兒的時候，實際上烏軍啊從另外一個方向34架無人機已經溜過去了。這個誘饵一到啊，這個目標上空，俄軍指揮官看到戰術屏幕，果斷下令開火，鎧甲系統幾十秒打掉了6架誘饵戰機。那麼俄軍士兵呢還覺得自己的防空效果啊特別好，所以這就是俄羅斯國防部啊每次宣稱啊說烏軍發射多少枚無人機，然後俄軍擊落了其中的對吧90架或者是100架，就是反正是90%以上的都被击落啊。實際上很多都是誘饵机啊，就是吸引俄軍的防空炮火，為其他的無人机真正的無人机突防来吸引火力的。烏克蘭那邊呢，他們的想法更簡單，就是你這邊鎧甲打得越激烈，打得越起劲，那就說明烏軍的這個戰術奏效了，俄軍被騙得徹底。實際上就是短短的1分鐘啊，也就是烏軍想要的混亂時間。最危險的一刻，俄軍反應過來以後啊，立刻調新的雷達排查。這個新的雷達呀，可能有老的這個操作員來操作，不可能再被騙。其中呢，有一個老的這個操作员啊，看出不对勁，發現這些鳥群的飛法不太像鳥，於是俄軍立刻發射4枚防空導彈，就是衝着那34架無人機去了。大家也知道這無人機在天上飛，遠程突襲，他們是編隊的不是亂飛啊。正在這個時候說烏軍的這個34架無人機群遇到了麻煩，說突然颳起了一陣40公里的橫風，直接吹亂了無人機隊形，其中有3架無人機還互相撞到了一起。就在那一瞬間烏軍的操作員盯着屏幕，發現全是紅色警報，也就標誌着這個任務很快就要失敗。就在這個時候烏克蘭放出來的最後一張王牌，就是在這個俄軍這個導彈馬上追上無人機的時候，這個烏克蘭啟動了一張底牌，就是 A50 微型誘饵系統，前面放的是女妖这個無人機吸引這個俄軍的這個防空火力的。這回放出一個更大招，就是 A50 微型誘饵系統，這專門來騙這個俄羅斯空天軍那個 A50 預警機的。這玩意平時是用來保護這個烏軍的蘇27米格29F16用的，一放出去就干擾這個俄羅斯方面那個導彈，結果突發奇效這個 A50 微型誘饵系統一扔出去這個俄羅斯的導彈就認出了它，就追這個 A50 誘饵，完全不看真正的無人機，就把真正的無人機忽略了，直奔這個大家伙來了。俄軍的4枚導彈全部被帶偏，你防空導彈飛行一段距離，它自動必須要爆炸，所以在空中白白被炸掉。俄軍的指揮官當場愣住，最後的突擊防空被徹底騙癱瘓。烏克蘭把無人機，就是剩下的這無人機分成3組，第一組打這個裝配車間，第2組打零件倉庫，第3組打中央控制樓。所有的無人機都帶着精準的慣性制導系統，據說這個誤差只有1米。更關鍵的是這些無人機攜帶的這個彈頭它的有 0.8 秒的爆炸延遲。為什麼要爆炸延遲呢？就是希望這些無人機真正的鑽入這些車間、工廠內部再爆炸，不能炸那個房頂。大家明白這意思吧？這就是為了最大化室內的这个压力波，就是最好在室内地面上爆炸，那爆炸效果更好整棟楼被掀翻。最後的畫面是衛星拍到的，原本的裝備車間變成了一個6米深的大坑。俄軍內部確認說70%的生產線被毀，3個月的數據全部消失，一堆即將完成的無人機也被埋在這個工廠的廢墟之中，已經沒有修復的價值。這個不光對俄軍造成了深深的這種震撼，摧毀了他們的這個無人機工廠。最主要的是讓俄羅斯的防空系統再一次成為一個笑話。俄羅斯的天空之眼突然全部瞎了，而前線需要靠這些無人機來偵察、來指路、來打擊烏軍。那現在呢，這些生產線被烏軍炸掉，短時間根本補不上。這個對俄羅斯的心理衝擊比物理破壞更大。而烏克蘭一次又一次的展示
他們能夠深入俄羅斯腹地，用系統性的方式拆掉俄軍的關鍵資產。這次行動對俄軍的整個戰爭節奏造成嚴重的影響。這個是媒體報道的就是烏軍怎麼樣用無人機打擊俄羅斯的關鍵目標，不是那麼簡單的我們以前認為這個就放遠程無人機，反正往那個連油場往那軍事目標飛就完了，還不是這樣的它要配合，它要誘騙俄羅斯的防空系統，真正的無人機在後面或者在下面，出其不意。如果在俄烏戰線上雙方在極限拉扯，甚至烏軍略有後退，這都不重要，对吧？雙方拼的是互相轟炸。烏克蘭轟炸俄羅斯，那就是看烏克蘭的矛厲害還是俄羅斯的盾厲害。那俄羅斯轟炸烏克蘭呢，那就是看是俄羅斯的矛厲害還是美西方的这个愛國者或者是天竺葵，对吧？還有什麼紫苑防空系統等等先進方是你的防空系統厲害還是人家的矛厲害，拼的就是這個。那戰線上，對吧？波克羅夫斯克雙方打到現在，雖然是烏克蘭面臨壓力但是絲毫沒有退讓的意思。我看有網友說一天能佔領9平方公里，遲早這烏克蘭就被俄羅斯全部占下。這個屬於頭腦太簡單了。為了每天占這9平方公里，傷亡有多大？我在節目裡一直強調，反復說烏軍守這個波克羅夫斯克，前提是什麼？前提是傷亡比合適，對吧？傷亡1個烏軍士兵，那就需要5個或者5個以上的俄軍士兵，這樣烏軍才值得在這兒守，否則不能守。那在這種傷亡比的情況下，你俄軍往前推進，你死的人更多。俄羅斯的人口不是源源不斷的，俄羅斯一共也就1點幾億，能打仗的也就那些人，對吧？適齡這個服兵役的人本來就不多，再加上還有權貴，對吧？還有這個莫斯科、聖彼得堡這些富裕地區，人家不願意去。不是說俄羅斯的這個兵源是源源不斷，不僅烏克蘭有兵源問題，俄羅斯一樣有兵源問題。如果傷亡比是1比5的話烏克蘭就能跟他耗得起。這是戰場上一些情況。那我們再看最近這個外交上面，那比戰場上更激烈。你戰場上，對吧？能占個10平方公里，要死多少人呢？打多長時間呢？每占領一個村莊，對吧？一個定居點，雙方反覆爭奪。但是在戰場上，在外交上面，談判桌上面，說不定一劃了幾百平方公里就沒了。所以說顯得這個外交上面更重要那麼這裡面不得不提到這個特朗普的28條，對吧？投降協議。但是現在已經改成這個烏克蘭和美國這個盧比奧一起談的這個19條，砍掉了9條。但是歐盟似乎跟這19條又不太一樣。我們昨天介紹了這個德國總理默爾茨的態度，還有這個澤連斯基的態度，還介紹了馬克龍的態度。我們今天再看看英國首相斯塔默是什麼態度。這歐洲主要國家的表態英國首相斯塔默宣布將聯手歐盟動用俄凍結資產援助烏克蘭，認為這是推動普京走向談判的關鍵。大家看視頻We, the UK, are ready to move with the EU on providing financial support based on the value of the immobilized assets. This is the best way to show Putin he should negotiate rather than trying to outweight us. And it's the best way for us to be ready to support Ukraine in war or in peace. So even as we work towards peace, and we are, there can be no letting up of support to keep Ukraine in the fight. And that requires urgent solutions on things like financing and capability. And I know on financing, Ursula and Antonio's teams are working pretty well around the clock now. We're really thankful to them for everything they're putting in on this. And I know that EU leaders are looking at this in the next few weeks. And we've all seen the attacks that continue day after day, night after night, particularly intense in the last week or so. And so the UK will deliver more air defence missiles in the coming week. And I urge everyone in that spirit to dig deep and see what more support you can provide, particularly now as we go into the winter. Multinational Force Ukraine will be a vital part of this. Our military plan on preparing robust security guarantees, as Emmanuel has said, that's the driving. 大家也知道歐盟這個冯德萊恩呢，早就準備要沒收俄羅斯凍結資產，對吧？他通過這個叫什麼戰爭債券，實際上就變相的沒收俄羅斯凍結資產。那英國，對吧？它不屬於歐盟英國手上恐怕也有一點。那麼這個英國首相斯塔默，他要跟歐盟一起，對吧？這就是互相抱團取暖了，大家一起上，都把這個俄羅斯的這個凍結財產給沒收了，然後援助烏克蘭。那麼這個事情恐怕很快就要通過這個什麼比利時、匈牙利
意啊，不同意，恐怕也阻挡不了了。因为这个歐洲啊，已經下了決心啊，可以說啊，已經是惡狠狠地宣布，這個歐盟的主席馮德萊恩公布對烏克蘭的和平方案，動用凍結俄羅斯資產，堅持烏克蘭參與，就是如果烏克蘭不參與，那麼不得討論跟烏克蘭相關的事，這個原則。你看啊，馮德萊恩已經在這個自願聯盟會議上說了啊，歐盟這回確實下了決心要凍結俄羅斯的資產了，援助給烏克蘭，然後正告美國啊，就是所有跟烏克蘭相關的議案必須由烏克蘭參與，跟歐盟相關的、跟歐洲相關的必須由歐洲參與。也就是你特朗普啊，你要端正自己的位置，你不能替烏克蘭，不能替歐盟表態做主。根據這個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就 CNN 啊，11月26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話稱，28點計劃這些議題啊觸及烏克蘭政府的紅線，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不希望在這些議題上做出太大的退讓。一名烏克蘭消息人士告訴 CNN， 烏克蘭和美國已就28點和平計劃中提出的大部分議題達成共識，但在至少3個關鍵領域存在重大分歧，這些分歧可能影響談判的成敗。消息人士稱啊，美國提議烏克蘭交出東部頓巴斯地區領土，使其成為俄羅斯管理的非軍事區。這項提案已經有一定進展，但烏方尚未就草案實質性的內容或措辭做出任何決定。也就是說，這烏方對所有關於領土的問題啊，他不表態。不表態什麼意思啊？他不能直接反對這個特朗普，對吧？跟特朗普鬧掰了，但是人家也不同意，不表態，到時候跟俄羅斯再談。這個根據美國啊新聞網報道，烏克蘭任期這個總統啊澤連斯基計劃在感恩節當天，就11月27號啊，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晤。澤連斯基說啊，他與特朗普會晤的前提是其歐洲盟友必須在場。此外，烏克蘭總統辦公室主任伊爾馬克表示，烏克蘭不會放棄未來加入北約的立場。這個特朗普總統啊，這個25號啊也說了，又改口了，說他不再給烏克蘭接受俄烏和平計劃設定最後期限。本來他不是說27號嗎？現在他不設定最後期限，實際上就是烏克蘭啊，現在化險為夷啊。烏克蘭現在就是不想得罪這個特朗普和美國，如果得罪了特朗普，特朗普要切斷這個情報共享，切斷援助，這個對烏克蘭來說非常被動，所以澤連斯基啊就在跟特朗普周旋的話，那你得提個方案，提你的要求。這個要求提到什麼程度呢？實際上這個要求只要一提，這個球啊就踢給美國了。特朗普就讓那個維特科夫，讓他女婿啊，還有那個誰去莫斯科見普京。那普京一看到這個條件啊，鼻子都氣歪了啊，玻尿酸的都氣得這個失效了，變形。那肯定不能同意啊，不能同意呢，破壞這個特朗普的和平大計的，那就不是澤連斯基，對吧？是普京。你特朗普牛逼，你跟普京較進去，不就這意思嗎？所以說啊，不光是澤連斯基，連歐洲啊都是這個態度。從這一點來看啊，那澤連斯基啊是化險為夷，不至於跟美國直接翻臉。接下來就看特朗普怎麼表演了，看普京怎麼表演。這個最近網上啊，關於特朗普拋出的那個28條投降計劃，各種內幕、各種傳言、各種報道非常多。有媒體說是吧？是這個特朗普的這個特使啊，特朗普的親家維特科夫啊，唆使對吧？給這個普京的這個辦公室主任叫烏沙科夫是吧？還有什麼德米特里耶夫啊，教他們怎麼去討好特朗普，怎麼去提條件，對吧？這個就是現在啊，這個特朗普這個小集團吶，這個水平跟這個侵略者沆瀣一氣。還有媒體報道啊，這個俄羅斯的總統辦公室主任叫烏沙科夫跟這個俄羅斯總統普京的這個特使德米特里耶夫之間通話，對吧？也被報道出來。至於這東西真假，咱們沒必要太過於關注啊，就是它的真假不重要，重要是什麼呢？重要是維特科夫和烏沙科夫之間的通話，還有烏沙科夫和德米特里耶夫之間的通話，他怎麼就到媒體手上了，對吧？你不能說這個俄羅斯或者美國他們的情報系統有問題的吧？洩密，這只能說有人故意放風，誰放風啊，對吧？誰把這東西故意透露給媒體，捅到媒體那兒去，這裡面文章就很大。就是我個人認為啊，有兩種可能，一個就是普京啊想把這個特朗普給套牢，把特朗普套到自己的戰車上下不來，對吧？特朗普是這個羊肉沒吃着，惹到一身騷，這是一種可能。還有一種可能是什麼呢？那就是俄羅斯內部內鬥，俄羅斯內部有主戰派啊，有這個想
停戰的、搞經濟的，這大家也能懂吧？這個當下啊，誰最佔便宜啊？既得利益者是主戰派，這些主戰派他自己也不用上戰場，但是他通過對烏克蘭的戰爭賺的是盆滿缽滿，無論是在政治上、在經濟上，對吧？在政府中的地位都是處在上升期，都占住了主要地位。這個戰一旦停下來，他們既得利益就沒有了，所以這戰打的時間越長，俄羅斯內部就培養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群體。這些既得利益群體是不希望停戰的，希望打到，對吧？最後，但是負責經濟的部門他們受不了，他們是這個戰爭的受害者，對吧？這個戰越打，他們錢越少，因為這錢都被那些军工部门的这個叫功勋，這些軍人集团主戰的這些官員呢，他們賺走了，而真正用於民生的，對不對？用於教育的，用於醫療，用於退休的這些資源都被擠占了，那也很多人成為受害者。所以說啊，這個反映出俄羅斯內部恐怕有人故意泄露這個信息，你總不能說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竊聽了這個烏沙科夫和德米特里耶夫之間的通話吧？沒那麼容易。所以從這個就是現在謠言越來越多啊，一會兒說澤連斯基投降了，一會兒說澤連斯基接受了這個特朗普的這個計劃，這都是這個黃俄和俄羅斯媒體造謠。實際上就是想把水攪浑。這個歐洲態度非常堅決，無論是德國、法國、英國還是瑞典、波蘭，明確表示反對俄羅斯吞併烏克蘭的領土，堅決不能承認。《華爾街日報》闡述了真正的烏克蘭和平應該是什麼樣子：主權獨立的烏克蘭，真正的安全保障，西方的遠程武器，自由選擇盟友，以及阻止普京在6個月內發動下一次入侵的條款。盧比奧稱，美國提議是一份鮮活的不斷變化的文件，但最初的28點計劃卻向莫斯科傾斜，禁止烏克蘭與西方建立安全聯繫，使其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那不是持久的和平。這個傻子都知道啊，歐洲是堅決反對。我這個頻道啊，一直是支持烏克蘭抵抗俄羅斯的侵略的。按道理來說啊，這個黃俄應該越來越少，但是最近這幾天啊，由於這個特朗普啊搞出這個28條投降計劃，這些黃俄啊就像這個蛆啊見到了什麼東西一樣興奮起來了啊，扭動着這個蠕動啊，叫蠕動。你想象一下，腦補一下啊，這些蛆啊就有一部分嘛來到我的頻道留言，在他們眼裡啊，放棄抵抗，割地為俄是無上光榮，值得驕傲，保家衛國可恥，徒勞無益。這個俄羅斯的歷史明明寫得清清楚楚，就是擴張。俄羅斯的領導人一再鼓吹俄羅斯的國界永無止境，這俄羅斯每天無差別的屠戮他國的平民，包括兒童，在這些黃俄的眼裡那都是天經地義。而烏克蘭人說啊，烏克蘭本可以在2014年投降，但是烏克蘭沒有；烏克蘭也可以在2022年投降，但是烏克蘭還沒有；烏克蘭現在也可以投降，也不晚，但是烏克蘭絕不投降，因為啊，人家是烏克蘭人，人家沒有投降的傳統，人家更沒有把放棄國土，對吧？幾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啊送給別人，還當成光榮，還當成俄爹來供着，人家沒有這個習慣，沒有這個風俗，沒有這個傳統。你自己願意把領土送給俄爹，你還逼別人也做這樣的事情，這個有點過分，這就是黃俄，叫無恥。這個黃俄啊，怎麼說呢？我不能說100%，但是99.99%啊，6個9都是這個智力啊欠缺啊，有可能是先天的，也有可能是後天的。後天的主要是洗腦洗的。你但凡啊智力不欠缺的，他做不了黄俄。黄俄一個邏輯是什麼呢？就是為什麼以俄為爹啊？因為俄爹豎起了反美大旗，人家反美，所以我們就要支持俄爹。但現在特朗普拋出個28條投降計劃，要跟俄爹沆瀣一氣，互相勾結，對吧？這個聯合早報很多媒體都在報道啊，這實際上就是特朗普準備啊聯俄治大國。這個俄爹不僅，對吧，不打算抗美，還要跟美國一起，美帝啊反過來，對吧，要治大國。他也不一定治啊，那至少他會左右搖擺啊。那這個時候你這黃俄怎麼辦呢？還以俄羅斯為爹嗎？這個爹叛變了，還能認賊作父嗎？那黃俄有什麼好開心的呢？應該感到悲哀才是，因為俄爹他不僅不舉這個反美大旗，他還跟美國沆瀣一氣啊，反過來搞你啊，你應該感到痛心疾首才對啊。所以我說嘛，這些黃俄啊，只要腦子稍微正常一點，他做不了黄俄。
鵝。做黃鵝多多少少他腦子有損傷，他這個腦損傷，我個人認為啊，我這有點武斷啊，不一定準確，因為沒有統計過。我個人認為他這個黃鵝腦子損傷應該是70%以上是先天的，30%是後天洗腦洗的。為什麼呢？就是如果你看一般人說被门夾了，对吧？被驢踢了，他腦損傷都沒那麼嚴重，應該是在他这個還是在胚胎，對吧？或者剛受精狀態下被隔壁王叔叔啊把腦子搗壞了，那只能這麼理解啊，要不然你理解不了黃鵝他這種自相矛盾的邏輯啊。這黃鵝要恨的應該是隔壁王叔叔，不要恨這個恨那個，對吧？要恨就恨你令堂啊不檢點，對吧？生下你這麼個孽種，這些黃鵝啊，不值得同情，認賊作父嘛。你看看啊，對吧？你清末你的領土多少？1300萬平方公里啊，你剩下的去哪兒了？現實的敵人你不恨，你不去提防，你還要認以敵為友，然後你再搞個假想敵。所以這些黃鵝啊，我倒是勸一下，如果你在我這頻道還在這潛伏在這看的話啊，我是奉勸一下，這個正好趁這個年底啊，反正馬上要過年了啊，要祭祖了。我感覺電商平台啊，现在這個好多東西都打折，对吧？你就買那些牌位啊，多買一些啊。反正你這個鵝爹啊，很有可能就一下多了好多爹，你可知道啊？一下多了30-40個爹。你呀，把你自己的祖宗牌位往後放一放啊，把這個普京叫弗拉基米爾普京排第一個啊，排你爸前面，紹伊古，對吧？排你王叔叔前面，這麼多爹，對吧？磕頭也夠磕的啊，有福了，這麼多爹罩着你啊。只要有一個爹管用，對吧？保佑你都能飛黃騰達啊，也是好事啊。爹多嘛，你指望着你這個爹，對吧？反美，他不反了，你怎麼辦？那還能不能認爹？那不管怎麼說，一個不反美的爹，那肯定不是好爹啊，对吧？我以前啊，天天都說，對吧？黃鵝不要在我的節目看，不要自取其辱。你要有那個閒心啊，對吧？你趕緊找一下王叔叔，要點這個傷殘補償金，對吧？要點這些東西，看看王叔叔家還有沒有什麼錢，搞個 DNA 鑑定一下，到時候繼承人家財產，這是正事啊，對吧？鵝爹不反美，精神上受了損失，但是你生物學父親那邊遺產你不能不要啊，只能說這麼多了啊，好自為之吧。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